識唔識排隊㗎？真係冇家教啊！做咗媽咪之後，大家最驚聽到係咪呢3個字呢？喺香港帶住仔女出街，最顧嘅往往唔係體力，而係某些路人毫無同理心嘅冷言冷語。今日我只係喺小森林嘅樹洞同大家分享我自己記到今日，甚至令我返到屋企失控痛哭嘅真實經歷。我想同每一位曾經俾陌生人用眼神審判過嘅媽媽講，別人嘅唔包容從來都唔係你嘅錯。事件發生喺我人生最低谷嘅2017年。嗰日我帶住小葵同小星去超市買嘢，等排隊俾錢嗰陣，我淨係喺度好慌張咁搵緊張卡，而我2個小朋友心急，就喺後面係咁叫唔該唔該。排喺前面2位阿姨突然間擰轉頭，好惡咁問佢哋識唔識排隊㗎？跟住對住我講，真係冇家教。當時我成個腦一片空白，完全反應唔過嚟。同一年，另一件事係去餐廳食嘢。當時細女小星仲細，性格比較熱情，坐喺度嘅時候，情不自禁擰轉頭望住後面一對中學生嘅母女。小星完全冇掂到佢哋，最多只係手舞足動咗少少，但對方即刻好大聲咁單單打打，又喺度講晒啲冇家教嘅字眼。嗰一刻，表面強顏歡笑嘅我，但心入邊真係好難受，好委屈。喺超市俾完錢之後，我異常冷靜咁帶佢哋走，然後踎低拉住小葵同小星嘅手，好溫柔咁同佢哋講，媽咪明白你哋唔係想打尖，你哋只係心急想快啲到，但你哋要學識等待，因為呢個世界唔係人人都明白你哋，亦唔係人人都有耐性去對住你哋㗎。而喺餐廳，因為小星仲細，唔知人哋講咩，所以我只能盡力控制小星，唔好擰住面去騷擾其他人。我將所有理智同溫柔都留咗俾我嘅女女，但當返到屋企安頓好2個女女，我一個人行入房閂埋門嗰一刻，我徹底失控啦！積累咗成日嘅委屈、無力感同眼淚排山倒海咁湧出嚟，我抱頭痛哭，心入面不斷質疑自己，我係咪真係一個好差嘅媽媽？我係咪真係唔識教女女佢哋呢？但今日行過咗咁多年，我想同當時嘅自己，亦同熒幕前受過委屈嘅你講，你嘅孩子懂得主動講唔該，會對世界充滿好奇跟熱情，呢啲本身就係最漂亮嘅家教。面對世界嘅惡意，你冇喺街上面做潑婦罵街，而係選擇將委屈吞落肚，轉化成對孩子最溫柔嘅身教。你已經做到極致啦！別人嘅修養差唔代表你嘅家教唔好。今晚臨瞓前，如果嗰種被指責嘅無力感又想揾你，請喺留言區留下一句我問心無愧，隔空抱抱嗰個委屈嘅自己。覺得今條片有安慰到你，記得俾個 like 同 subscribe我哋下集小森林見。